大家好，澳門市治安警察局持續展開一連串打擊賣淫行動。喺2025年10月份，治安警喺祐漢區同新口岸區一帶共截獲懷疑從事賣淫活動嘅12名女子同埋2名作女性打扮嘅男子。經調查，上述14名人士年齡介乎20幾至到50幾歲，均承認來澳從事賣淫活動以賺取金錢。當中一名男子涉嫌觸犯刑法典第311條抗拒及脅迫罪及第140條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。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，其餘人士均涉嫌從事同旅客身份不符嘅活動。出入境管制廳已經作跟進處理。行動中，警員亦都發現有單位懷疑涉及非法提供住宿嘅情況，治安警隨即向旅遊局通報。經旅遊局人員調查，證實相關單位涉及非法提供住宿，並已即時作出查封。治安警察局持續打擊流鶯問題，並呼籲居民積極舉報任何可疑行為，以共同維護良好嘅社區環境。